一睇電話就見到 IG 又有新通知啦，WhatsApp 有5個群組未覆，有3個 email 未睇。你本來諗住集中精神做嘢，點知一轉眼都已經過咗成個鐘，都仲未開到工。呢個就係現代人最大嘅痛點。我哋每日都忙，但係冇效率。Cal Newport 喺呢本《深度工作力》嘅書度提出，專注做重要嘅事係未來最強嘅競爭力。今日就等我哋用貼地嘅角度，幫你拆解下點樣喺分心嘅世界揾翻屬於自己嘅深度時間啦。乜嘢係深度工作呢？深度工作唔係長時間工作，而係喺唔受干擾下，全神貫注咁做有價值、有挑戰性嘅任務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熄咗電話、熄咗通知，冇人揾到你，然後你全力以赴咁樣寫文、編程、畫畫或者諗啲創意出嚟。呢種工作模式先可以真正令你有突破、有創造同埋有成果。相反，淺層工作，例如覆 email、開會、拎啲資料咁，雖然睇落好似好忙，但係其實唔會拉高你嘅實力㗎。咁分心係點樣拖垮你嘅呢？Cal Newport 引用腦科學研究話，每一次你轉移注意力，腦袋都要用最少15分鐘先可以重返專注狀態。你以為睇 WhatsApp 只係花你1-2分鐘，但係其實已經打斷咗你嘅思維節奏。久而久之，大腦會習慣咗短平快嘅刺激，唔識靜落嚟思考。佢講咗個例子，一個程式員每日工作8個鐘，但係中間不停咁覆信息、開會，實際真正做到高質工作嘅時間可能唔夠2個鐘。所以唔係你唔夠時間，而係你太容易俾人打斷啦。咁點樣培養深度工作呢？Cal提出4大策略可以試下實踐啊。1. 時間封鎖法，唔好靠得閒先做，要喺行事曆度劃出專屬嘅時段，只係做一樣重要嘅嘢。你可以由每日30分鐘開始練習。2. 離線訓練法，每日預留一段時間係完全唔掂個電話，唔玩 IG、Facebook。訓練大腦冇刺激都唔會急住揾娛樂，重新建立專注肌肉。3. 社交媒體戒斷法，你未必要永遠都唔用，但係可以每星期定1-2日係社交斷捨離，令腦袋休息，唔再依賴多巴胺刺激。4. 例行化創作，建立一個專屬環境同習慣，例如每日朝頭早開工時沖杯咖啡，播同一首音樂，閂電話，等自己快啲入去創作模式。Cal 話專注工作將會係未來人類最稀有嘅技能，因為大部分人都會俾社交媒體、email 同埋信息拖住走。真正可以每日沉得落嚟，靜靜地做一件重要事嘅人已經越嚟越少啦。而如果你能夠訓練自己，每日都抽出幾段深度嘅時間嚟做創作、思考、學習，你就會變成一個唔易被取代嘅人。深度工作力呢本書唔係叫你變工作狂，而係幫你建立一個唔好俾分心綁架嘅生活模式。你唔需要成日都做得好多，而係需要做得深、做得專。因為最寶貴嘅唔係時間，而係你嘅專注力。下次當打開 Instagram 之前，問下自己：我而家做緊嘅係咪人生最重要嘅事呢？中意呢類型反思又實用嘅書評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